今日教大家用微信一秒查天下事嘅方法，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功能強大到大至天下事，小至菜譜都可以解決啊！建議你先點讚收藏，唔記得就再揾返嚟睇下啊嘛！咁我哋即時開始，我示範俾你睇。嗱，舉個例子，例如人哋發信息提到砂鍋粥，你唔知道係乜嘅話，你就撳實呢個詞或者句子，佢呢就會彈出一個菜單，你就會喺菜單呢度睇到個搜一搜嘅圖標，你就直接撳，即刻就會彈出你想查嘅呢個事物嘅解釋同埋相關嘅資訊啦，非常之方便。你睇下，連菜譜都有埋啊！咁以後呢，查藥名、歌詞、新聞都得啦。識用呢招，即時變身萬事通啊！溫馨提示，如果搜唔到呢，可能係網絡嘅問題。出街記得開數據咯喎！如果你已經學識用